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心理压力和情绪疲惫，心灵疗愈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自我照顾方式。无论是冥想、瑜伽还是各种放松技巧，这些方法不仅能帮助人们释放压力，还能促进身心健康。本文将探讨这些心灵疗愈的方法，并分享如何将它们融入日常生活中。1. 冥想的力量。冥想是一种古老的心灵实践，起源于各种文化和宗教，旨在提高意识、增强专注力和促进内心平静。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冥想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益处。冥想的基本概念。冥想通常涉及专注于呼吸、音韵或特定的思想，通过排除干扰来达到深度的内心安宁。这种做法有助于减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并提升整体幸福感。2. 冥想的种类。静坐冥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观察心中的思绪，让它们自由流动，而不去评价或干预。引导冥想，通过聆听录音或参加课程，跟随导师的指导进行冥想，适合初学者。正念冥想，强调当下的觉察，无论是行走、吃饭还是洗澡，都可以进行正念练习。3. 冥想的益处。心理健康研究表明，冥想能有效降低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增强情绪调节能力。专注力提升，经常冥想可以改善注意力和集中力，让人更能专注于当前的任务。身体健康，冥想有助于降低血压，减少慢性疼痛，甚至改善免疫系统功能。2. 瑜伽的心灵之旅。瑜伽是一种结合身体动作、呼吸技巧和冥想的综合性修行方法，旨在增进身心灵的和谐。它不仅是一种锻炼方式，更是一种心灵疗愈的途径。瑜伽的基本组成。瑜伽通常包括体式 asana、呼吸 pranayama 和冥想 dhyana。这3个元素相互结合，能够帮助人们达到内心的平静与专注。2. 瑜伽的流派。哈达瑜伽强调基本体式和呼吸，适合初学者。阴瑜伽以静态姿势为主，强调深入的伸展和冥想，有助于释放深层的紧张情绪。流瑜伽以动态的方式将不同的体式连接起来，注重流畅的动作和呼吸。3. 瑜伽的益处。减压与放松。瑜伽能帮助减少生活中的压力，促进放松，让人感到身心舒适。情绪调节。通过瑜伽的练习，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增强自我认知。增强灵活性与力量。瑜伽不仅能改善身体的灵活性，还能增强核心力量和整体的身体协调性。3. 放松技巧的实用方法。放松技巧是一系列旨在减少压力、促进心灵平静的简单方法。这些技巧可以轻松融入日常生活中，帮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深呼吸练习。深呼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放松技巧。通过缓慢而深长的呼吸，让身体获得足够的氧气，同时帮助释放紧张情绪。简单的深呼吸练习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只需几分钟即可感受到放松的效果。2. 渐进性肌肉放松。这种技巧涉及逐渐紧张和放松身体的各个部位，从脚趾开始，一直到头部。这样的练习能够帮助人们意识到身体的紧张点，并促进身体的放松。3. 可视化技巧。可视化是一种心灵放松的方法，通过想象一个平静和愉快的场景，如海滩、森林等，来帮助自己放松心情。这种方法可以在冥想或放松练习中轻松融入。4. 感恩日记。每天花几分钟写下3件值得感恩的事情，这不仅能提升心理健康，还能帮助人们重新聚焦于生活中的积极面，减少焦虑感。4. 如何将心灵疗愈融入日常生活。
尽管冥想、瑜伽和放松技巧各有特点，但将这些方法融入日常生活，可以为人们提供持续的心灵疗愈。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建议：一、制定日常计划。在日常生活中，设置固定的时间进行冥想或瑜伽练习。例如，每天早晨起床后或晚上入睡前，花15-30分钟进行这些活动，能帮助养成习惯。二、创建舒适的环境。寻找一个安静、舒适的空间进行冥想或瑜伽练习。使用柔和的灯光、舒适的垫子，甚至点燃香薰，这样的环境能增强练习的效果。三、善用科技工具。现在有很多手机应用程序和在线课程可以帮助用户进行冥想和瑜伽练习。这些工具提供引导、音乐和社群支持，让练习变得更加便捷和愉快。四、灵活运用放松技巧。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运用放松技巧来应对压力。例如，在工作中感到紧张时，随时进行几次深呼吸或使用可视化技巧，能够帮助重新集中精力。五、心灵疗愈的整体影响。心灵疗愈的实践不仅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还对整体社会的和谐与幸福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人们学会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压力时，整体的生活质量将随之提升。一、提升自我意识。通过冥想和瑜伽的实践，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增强自我意识，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提升生活的满意度。二、改善人际关系。心灵疗愈有助于提高情绪智商，增强同理心，使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敏感和包容，促进和谐的人际互动。三、促进社会和谐。当更多的人投入心灵疗愈的实践中，社会将更加平和，整体幸福感将提高，这有助于减少冲突和增进理解。六、结论。心灵疗愈通过冥想、瑜伽和放松技巧为人们提供了有效的应对压力和促